開網汽車咁耐，有冇人話過你知平台抽佣合唔合理？唔應該去睇每一筆訂單明細入邊嘅嗰個抽佣比例嘅數字，而係應該點開你嘅總流水入邊有一個收入佔比嘅報告，佢入邊有一個抽佣嘅比例情況，佢叫你睇嗰個。我亦都睇過。其實平台講白咗就係想話俾你知，拉翻呢個平均值，佢嘅抽佣係合理嘅。呢個就係一個掩眼法嚟嘅，就係為咗去冚住嗰啲超過30%嘅抽佣數據，企圖咧通過拉平均值嘅方式嚟掩蓋一啲抽佣唔合理嘅行為。但係點解會有啲司機或者一啲隊長佢會叫你去睇呢個報告啊？咁請問呢個報告係邊個話俾佢知要去睇㗎？其實就係啲平台可能通過啲培訓嘅方式傳到你嘅耳入邊度，等你知道要睇呢樣嘢。因為平台知道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你可以唔受平台嘅影響，但你一定會受你身邊同你一齊跑車嘅同行嘅影響。所以我覺得抽佣合唔合理嘅呢件事情，除咗睇數據係一個維度，仲要睇佢嘅呢個行為嘅表現。點解你嘅抽佣係按照乘客優惠之後嘅金額嚟計算呢？乘客嘅優惠點解要我哋司機嚟埋單？仲有啲乘客仲要係通過平台去買你呢個優惠券，即係你兩頭都食。即係我覺得你賺黑心錢都算啦，屌你老味，你仲要洗人哋個腦，要人哋幫你立牌坊。